好，咁繼續喺博問系列嘅中三地理科講緊海洋有難嘅溫習筆記，去到第3課啦，我哋會討論緊嘅係過度捕魚。留意喎，同學，過度同埋過渡咧兩隻係唔同嘅字眼。我哋呢度用嘅過渡咧係冇三點水嘅。喺3點一裏邊，我哋首先要了解到就住過度捕魚嚟嘅定義、情況同埋成因。定義其實即係咩呢？其實就係講緊捕殺嘅速度遠較其繁殖速度快，即係死嘅速度快過生嘅速度。情況嚟講呢，我哋會分別就住現況同埋分佈咧，去到做出一啲簡單嘅討論。現況嚟講，其實有1/3嘅漁業資料咧就已經被過度捕撈啦。咁佢嘅分佈由以前去到而家，其實係點呢？以前我哋定義為1950年啦，佢哋當時主要集中喺北半球嘅高中緯度地區，亦都即係北海地區。去到近年2000年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擴展到北半球嘅低緯度地區同埋南半球。個例子分別會有北海、地中海、黃海、東海、南海等等。咁點解會有呢個問題呢？成因大概會有3個，分別就係需求上升，因為人口增長啦。另外我哋亦都收入增加，可以食到好嘅海鮮。第二，科技進步，究竟進步咗喺邊度呢？例如有全球定位系統同埋雷達系統，更加容易揾到魚啦。第二，好啲嘅冷藏技術，即係出到去遠洋嘅時候翻嚟，啲魚唔會變壞晒，咁你咪可以出遠洋咯。第三，你隻船越大，咪可以一次過捉到越多咯。呢啲都可以有效咁提高到效率同埋漁獲量嘅。C， 缺乏監管，其實講緊嘅咧就係一啲非法捕魚嘅情況。咁你而家既然有過度捕魚啦，咁其實係咪真係有問題呢？咁佢而家集中咧就會講緊喺生態系統嘅影響，總共會有3個。第一，降低咗生物嘅多樣性，例如喺1950年代開始，南方奇吞拿魚嘅數目就大減啦，咁亦都去到一個極度瀕危嘅狀態。因為點解啊？因為你有大船咯。另外一個問題係運獲，運獲係咩啊？就係嗰啲海豚啊、海龜，其實呢啲都唔係一啲主要嘅捕獲目標，所以我哋叫佢做運獲。當然，其實你都唔需要佢，你會掉翻落去海啦。咁但係你掉翻去海嘅時候咧，佢哋都死咗啦，咁咪降低咗嗰個嘅生物多樣性咯。第二，擾亂食物鏈。其實我哋嘅捕獵方法咧，都係沿住食物鏈由上下去到捕獲。咁我哋總會耗盡各個食物層次嘅物種嘅，咁令到生物鏈受干擾。咁呢度有個例子咧，就係1、2、3、4，其實講緊咧係佢嘅實性層次。所以1號咧係最底，亦都即係浮游植物。當我哋出現咗過度捕魚嘅時候，大魚就冇晒啦，因為大魚少咗，冇人食中魚，所以中魚多返。因為中魚多咗，所以浮游生物就少咗，因為佢要食佢嘛。咁當你浮游生物少咗嘅時候咧，你嘅浮游植物就會多返啦。咁呢個亦都甚至乎會引起咗我哋叫做紅潮嘅一個嘅情況。第3點，破壞生境。咁我哋會有人類有4個捕魚嘅壞習慣，咁分別會係底層拖網捕魚，呢個係最壞嘅。第2，圍網捕魚。第3，爆破捕魚。第4，刺網捕魚。咁我每一個都有若干嘅一啲嘅解釋嘅，咁同學們能夠記住嘅話就記住，唔能夠記住唔緊要。不過我哋要知得到點解1係最壞嘅，因為佢徹底破壞咗個海洋生境，而且佢個網絡極高，咁所以對於生境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同埋威脅。以至去到3.3啦，過度捕魚對人類社會同埋經濟有啲咩影響？即係講真啦，你可能都會話啲魚死晒咪死晒咯，咁關我咩鬼事呢？咁其實打擊漁業發展嘅時候咧，就會令到漁民嘅收入減少，甚至乎失業。例子有喺加拿大大淺灘嘅時候，加拿大大淺灘當時嘅漁獲非常之豐富，因為佢係墨西哥灣嘅暖流同埋拉布拉多河流匯聚嘅地方，營養豐富。咁喺1950年代嘅時候咧，就開始引入咗大型機械化嘅漁船。當時突然之間咧，嗰個鱈魚嘅漁獲咧係提升咗嘅。咁但係因為你捉咗咁多魚走嘛，咁你個魚量就總係會下降㗎啦。咁繼而就導致往後咧就漁獲有一個崩潰式嘅下跌。咁於是乎導致當地嘅漁民收入減少，甚至乎令到當地嘅經濟出現咗好大嘅問題。第二就係你威脅緊嗰個食物供應。點解呢？因為其實魚係就住島國同埋好多欠發達國家嘅國民嘅主要蛋白質來源，降低咗個漁獲就會導致到當地嘅國民有機會營養不良。第三，會有機會引發到國際衝突，因為就住海域劃分嘅問題咧，會產生一啲所謂嘅非法捕魚，即係你去咗我嗰邊去到捉魚，我又冇俾你喎，咁咪好似係非法咁樣咯。例如喺1950至1970年代，英國同埋冰島就住大西洋北部嘅鱈魚資源咧，就曾經發生過衝突，甚至乎戰爭。咁呢啲都係就住過度捕魚影響緊社會同埋經濟嘅一啲嘅可能影響。
咁希望同學們通過呢啲短片可以更加了解得到過度捕魚對於人類社會以至於大自然嘅影響啦。下次有機會再見，拜拜。